没想，青衣，你留在房间里吧。看样子你是有意来阻拦我的。告诉我，我爹为何突然下令捉拿子龙？赵子龙乃公孙瓒的细作，他与幽州的通信被我们拦下了。这不可能，子龙不会这样做。我也愿意相信子龙不是这样的人。青衣，你听我说，等我抓住子龙，他尚有申辩的机会，我也会尽全力去证明他的清白的。不，我不相信，我要亲自去问清楚。有我在，谁也别想动子龙。你说的没错，当时高泽对我多加阻拦，始终不让我去找子龙。他不让你与子龙见面，是怕子龙当面揭穿他真实的面目。可就算子龙和高泽之间有矛盾纠葛，他也不应该杀害我的父亲啊。哎，还是那句话，听说小姐并没有亲眼目睹子龙杀害令尊，只是听说。难道高泽欺骗了我？那高泽说谎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他上一次居然能诬陷子龙是奸细，那他这一次也同样可以捏造子龙是你的杀父仇人啊！那你告诉我，杀我父亲的真凶到底是谁？小姐此言差矣啊！如果我说的话对你而言同样是片面之词，如果你要是相信高泽的话，那我就是那说谎之人。小姐觉得不是吗？哼，欲叫清风拂面来，何须卷帘把窗开。乌云遮日终散去，青山虽隐依旧在。行囊收拾好了。有什么没带的吗？史燕，我身上的盘缠够用，这些给你。为什么？我这一趟去荆州，路途遥远，何况这一路兵荒马乱的，我照顾不了你。小姐，你别赶史燕走。前几日我听管家说起，你父母都已年迈，需要人照顾。我看你还是回老家吧。不，我不走。我从8岁开始跟着你，照顾你，你去哪儿我去哪儿。你现在让我走，我不走。你听话。我听话，我以后再也不顶撞你了，再也不跟你犟嘴。我求求你，别让我走，我不走。史燕，这些年你已经把我照顾得很好了，是真的。我一直把你当我的亲妹妹，我疼你，我也舍不得跟你分开。但我再也不能自私的把你留在我身边，我会耽误你的，你明不明白？我不明白，我不走，你不要赶我走。史燕，你怎么就不听话呢？那要不这样吧，我答应不赶你走，不过你得先回家一趟，顺便替我问候2位老人家。你知道夏侯府体面，从不亏待下人。真的吗？从小到大我都没有骗过你，这次我保证说到做到，你可以放心了。可小姐住院门，我得陪着呀。等你探望你父母回来，说不定那时我已经在家等着了。这些东西你若不肯收，那就先替我保管着。身上钱够用吗？回到老家，记得给你爹娘多买些吃的用的。
好好孝敬老人家，知道不？我会跟他们说，这是您的心意。快去收拾东西吧。小姐，你没骗我吧？我最慢1个月就回来了。你多保重。你也要。大哥，我听说你正式拜孔明为军师，但我看孔明年纪轻轻的，整天高谈阔论，未必有什么真才实学，能挑得起这个重任吗？就是，大哥，他即使就是一条龙，老窝着那也是没用啊！你让他上阵杀敌试试。这上阵杀敌是你们俩的本事，可是孔明的本事在这里。我得了孔明，就像鱼得了水。这日后你们慢慢就会知道。参见主公。参见2位将军。刘申，你不是跟随赵将军把守樊城吗？怎么跑到新野来了？前哨传来消息，夏侯惇领兵10万，准备攻打樊城。曹操又亲率大军尾随压阵。主公，曹军势大，樊城兵力单薄，恐怕难以抵挡，所以赵将军就派我回来请示。看来曹操此番不只是为了樊城，而是冲着新野，甚至于整个荆州啊！主公判断的十分准确。大哥，你不常说得诸葛亮，有如鱼得水，那大军将至，就派你的水去淹了曹军吧。三弟，不许胡言。先生来的正好，曹军来势凶猛，你看如何是好？首当要务是令赵云将军弃守樊城，让樊城的居民百姓撤回新野。你说什么？仗还没打，就白白丢一座城池，你是何居心啊？樊城孤立，首当其冲。如果一味抵抗，只会损失我们的军力，得不偿失啊！弃守樊城，那接下来该如何呢？主公问计于我，是否要授权我发号施令呢？当然。那么，为免2位将军不服军令，可否借主公建议一用？如果主公同意的话，那么就请主公召集文武诸员，堂前听令。好。军师请。主公请。不，在场的所有文武百官都听着，从此时起，但听军师号令。怒！请主公恕孔明僭越。此番曹操大军压境，兵力胜于我数倍，要赢得此战，还望在场诸位团结一心。为避免曹军逼近新野，我已决定将决战站点定在博望坡。关云长听令，你带1000人马到博望坡左面的玉山埋伏，等曹军经过，即便放行。曹军的辎重粮草一定在后面，只要你见南面火起，你便迎面出击，烧掉他的粮草。
张翼德听令。三哥，三哥，张翼德听令。在哪？说吧。你带1000人马到博望坡右面的安林中埋伏，待曹军到来，便即出兵，先引燃路旁芦苇，然后直面出击。知道了。赵子龙听令。末将在。你带本部人马作为先锋，出博望坡，直面曹军。但切记，此战只可败，不许胜。末将遵令。这是什么道理啊？哪有只去打败仗，不去打胜仗啊？嘿嘿，列位，你们听一听，这个诸葛孔明亮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？军令如山，不容置疑。赵子龙。主公，你可带一队人马作为后援。听令。得令。其他将军战前待命，听候点拨。诺。慢！我们都前去迎敌，不知军师做些什么？我留守县城，准备好功劳簿。只等诸位将军凯旋。哼，我们都去前线拼杀，你留在家里，好生的快活呀！剑印在此，违反军令者，斩！你们有没有听说过“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”？两位贤弟。不得违令。哼，哼。这是哪里？前面便是博望坡，后边是罗窗口。将军为何而降？经常有人在丞相面前说，诸葛亮视为天人，博望坡是到新野的必经之路，居然无兵把守。刘备更因为我大军前来弃了樊城，可见丞相军威浩荡，无人能敌。这。子龙，我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我们这次不能全力以赴，反而要佯装败阵？曹方的军力是我方的数10倍，岂能硬拼？既然军师已经下令了，我们照做便是了。等一下，我独自出阵，你按兵不动，只管呐喊助威便是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来者何人？报上名来。常山赵子龙，无名小卒，让你变成我枪下的亡魂！撤！是。王夏侯，原来浪得虚名啊！上！驾！给我冲！
我在这儿！小贼，不要儿的命！将军小心，他前面有埋伏，故意引咱们过去。怕他作甚？就是前面有10面埋伏，我也杀他个片甲不留！撤！快点去！来了。动手！这个诸葛孔明亮，看你料事如神，看你怎么教的。好吧。兄弟们，随我杀进去！好吃对起！爷爷这回在此。将军，将军，我可练战，压力全速后退。啊！敌军跑了，敌人将领关羽救了我们的良车，截了我们退路。所有将士杀出重围，排队讲好。所有将士杀出重围，排队讲好。
拿命来！夏侯惇，这一次我要和你来真的！撤！二哥，痛快啊！恭喜主公得胜，二位将军也辛苦了。不，是军师料事如神。此次博望坡一战，以少胜多，大快人心，使得我军战士士气高涨，个个所向披靡。是各位将军用命。先生高明，关某此前多有冒犯，请军师原谅。俺张翼德是个粗人，不会说什么中听的话，但是军师确实厉害，俺服了，服了。二位将军，快快请起。此前之事已为陈迹，莫要再提。博望坡一战是各位将军用命，大家团结一致，才能取得胜利。庆功宴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各位将军，请。还不出来？夏侯将军，夏侯将军，我听说博望坡之战失利了。没想到我夏侯惇一世英名，居然栽在诸葛村夫手上。还有那赵云要打不打，在阵中挑衅于我，才害得中此奸计。赵云，现在悔之晚矣。对方阵中先锋将军是赵云。如果再见这小贼，我定让他死在我的大剑之下。将军辛苦了，将来定有雪耻之日。还请将军回去休息吧。告辞。将军慢走。没想到赵子龙刚投靠刘备就被重用。高将军，我军新败，我们有刚头与丞相帐下，我们何不趁此机会建立奇功？你有何计策？刘备有孔明辅佐，我们明公毫无胜算。现在已经知道他们死守新野，我们何不带几个死士夜袭新野，行刺刘备，拿下他的人头，还怕丞相不赏识我们？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！甘夫人的安危可容不得半点闪失。诺。师妹，飞燕，看你的样子还挺有架势嘛。那当然了，这大哥在前方杀敌，我负责后方保卫，我可不能拖了大哥的后腿啊！哎，你们整天这样守着，会不会太辛苦啊？从军职，这点苦算什么呀？哎，不过飞燕，我老实告诉你吧，以前啊，我总跟在大哥的身后，如今我也是个小头目了。其实我的心里挺自豪的。哎，你这小头目还挺尽职尽责的嘛。喂，你可不能小看我呀，飞燕。我只有保护好夫人，主公才没有后顾之忧，才能上阵杀敌呀。你说我重不重要？重要重要。但是呢，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这样呢才会保护主公和夫人。放心吧。
那边有动静，我去看看。你赶紧回屋去。可是师妹，你一定要小心啊！放心吧。你还有你们，跟我去看看。剩下的人守在屋外，不得有半点闪失。诺。什么人？耿纯，哼，那你就是高泽了。好久不见了，你应该没有忘记你妹妹的死吧？手下败将不屑和你动手，快告诉我刘备在哪里！卑鄙，休想伤我主公！刘大哥，我来帮你！快来人呐，有刺客！师妹，子龙，严城，赵府师妹，赵子龙终于来了。师妹，师妹，
快！上！那边！赵子龙，今日小试牛刀，沙场后会有期。哼，师妹，师妹！子龙，师妹她……乔俊一，快！先生，怎么样了？别动，你好好躺着。大哥，俊一怎么说？我是不是好不了了？别胡说，你会好。飞燕，你别哭啊！大哥都说我会好起来的。我不哭，我不哭，师妹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师妹，你放心吧，你不会有事的。我没事。大哥，就算是以后不能跟你们一起行军打仗，我这辈子也算值了。师妹，不准胡说！你们让我把话说完嘛。大哥，你知道吗？自从我爹娘被山贼杀了以后，我便无依无靠。若不是在土匪窝里遇见你，我这会儿还不知道在哪里混日子呢。是你给了我名字，给了我新的生命。这辈子做你的妹妹，是我最幸运的事。有你这个妹妹，是我的福分。在真定跟大家一起击退山贼，是我一辈子的骄傲。跟着你们一起行军，击退国贼，更是我最开心的事情。恐怕有什么恐怕的？赵师妹，你一定给我好起来！刘大哥，你脾气能不能好一点呀？飞燕，你以后可要好好的管着他。我一定替师妹好好管教他，让他以后与师妹好好说话，不要那么大声。大哥，你一定要好好奋斗。虽然我只是个女儿身，但是我真的好想跟你们一起杀敌，一起实现幸福汉室的理想。我会的，我子龙一定会好好的奋斗，你也要好好的
咱们几个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一起走。我会努力，我会。是吗？悲欢离合一线之间会怎样？是不是那去修筑和解这段信念？谁能够将爱了解？爱恨都迁徙，前缘。我自有习武，来这儿投身军旅，想要匡扶汉室，报效国家。可事实证明，我连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都无力保护。战争无情，本来就有生离死别。子龙，你何必自责呢？当初弟兄们一同随我离开真地，现如今亡的亡，散的散。若我这将军之位是用弟兄们的命换来的，我宁可不要这些。子龙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们一直追随你，说过任何怨言吗？虽然现在周大哥和赵师妹战死了，但是我相信他们的死是死而无憾的。连城，时至今日，你仍然觉得我选择的路是对的吗？你要是这么说，那你就错了。你现在想退缩，你亏欠的不只是战死的兄弟们。你要知道，你现在不只是常山真定县的赵子龙，你已然成为了主公坚定的臂膀。你现在已经是全天下的赵子龙了。你知道，以后的路还很漫长。我相信，只要我们坚定信念，一定会等到汉室复兴的那一天。高将军，看样子丞相对你是十分看重。若这次你跟夏侯将军能联手拿下新野，日后必定平步青云呢。有诸葛亮做军师，赵云做先锋，你以为这么简单呢？是不简单，所以才要仰仗您呢。曹丞相身边虽然精兵无数，但是缺少像高将军这样的将才呀。我相信，在您的带领之下，新野必定是囊中之物，唾手可得呀。我终于明白夏侯杰生前为何会重用你了。启禀高将军，有位夏侯小姐求见。快请她进来。诺。青衣，小姐定是对高将军起了念想，才会大老远的过来探望。这儿没你的事了。青衣，你怎么来了？只有来到这里，我才会遇到我的杀父仇人。可战场上处处凶险，你一个女子……没关系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在我找到赵子龙之前，我想向你求证一件事。嗯？什么事？你告诉我，我爹他究竟是怎么死的？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？是赵子龙所为。赵子龙杀死我爹这件事，我是从你口中得知的。可这段日子，我总是在琢磨，有几个问题我实在想不通。什么问题？你可知我爹的致命伤在哪里？我当时过于悲伤，
对爹的死因未曾深究。后来我回想，爹的遗体抬回家中有5座验伤，5座说明当时我爹身上有2处重伤，一处是在腹部，那个伤口是被暗器所伤，但并不容易致命。实际上，夺去我爹性命的乃是脖子上的那一刀。可是你我都很清楚，赵子龙惯用的是枪。这可难说呀。或许赵云他带着刀呢，也或许他还带了其他人去呢。青衣，我知道你不希望赵子龙是你的杀父仇人，可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了。是吗？什么是事实？不是说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的吗？赵子龙杀死我父亲，你可有亲眼所见？当日是赵云将叔父约出去的，这难道不是事实吗？那当日赵子龙与我父亲约在何处？我不妨告诉你，我专程去了趟真定，询问县衙的人，他们告诉我，我爹与赵子龙最初发生冲突的地点是在李全的坟前。李全死了，你难道会不知道？可是你既然知情，又为何不告诉我？县衙的人对我的追问知无其词，就跟你现在一样，所以我不得不怀疑李全的死跟你脱不了干系。这无凭无据的，你可不能随意冤枉我。我对你一直百般信任，但是人若是说过1句谎言，就得用10句谎言去遮掩。你现在之所以不敢面对我，是怕会被眼神所出卖。青衣，你到底在怀疑什么？是怀疑我高文定的为人，还是一心只想为赵子龙脱罪，扭曲真相？我现在要的就是真相。你，看来我从你口中是问不出什么了，那我只好找到赵子龙，跟他当面对质。青衣，青衣，你过来就是为了跟我吵上一架？吵架？你以为我们是在吵架吗？高泽，你不该是这么肤浅的人。好，你有权质疑真相，可你现在一意的想为赵云脱罪，这样做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吗？那也请你摸着你的良心问问自己，你对得起我爹吗？青衣，你我从小一起长大，我对你的真心，我对叔父的忠诚，这一切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？我真的分不清你哪句话是真，哪句话是假。我怎么做你才肯相信？他怎么会在你手里？你早在真定便暗自与赵子龙为敌，对吗？有人告诉我，这是你买通杜绝行刺赵子龙的证据。是谁？谁告诉你的？回答我，是还是不是？就凭一个玉佩，你就要定我的罪？如果不是的话，为何这玉佩会落入我家的花园里？看来你还是不愿意对我说实话，那我只好去找赵子龙。青衣，你不能去找他，你只身前去太危险。
高泽，自我爹去世后，你便是我最亲近的人，我不愿意去怀疑你，所以你也无需拦着我。一旦让我证明你不曾对我说谎，那我便杀了赵子龙，为父报仇，再了无牵挂的回了嫁他。夫人，夫人，这药治不好我的病，没用，治不好我了。夫人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你说吧，我听着呢。夫人，我快不行了，快，你帮帮我，派人到新野，把玄德叫来，我有重要的话要跟他说。你都要死了，却还记挂着一个外人。不要走！赵玄德，赵玄德！这该如何是好啊？是啊，怎么样了？你家主公就要死了。姐夫他，别叫他姐夫，他心里没有我们母子，我也无需顾忌。我做主，等他一死，我便要立从儿继位，接掌荆襄。至于那刘琦，就让他在江夏给我待着，改日我再收拾。那我知道曹操正对新野用兵，刘备他支撑不了太久，必定前来投靠。你等把城门给我看好了。刘表病重，大权旁落，指望荆州出兵，恐怕是没有可能了。曹操在博望坡输了一仗，如今报复心切，随时会做出反击。没错，新野太小，不能久持。主公，还请你下令，全体军民速速转移。要放弃新野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请主公领百姓先移往襄阳城，如若不行，再转往江夏。大公子刘琦定会出手相迎。咱们新野经营了这么久了，不能就这么白白的送给曹操老贼呀！军师，你那个足智多谋，肯定我们能拿回点什么吧？那是当然，曹操来犯我，必定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前次我在博望坡用火攻已烧得他魂飞魄散，今次我还要用火攻。诸位将军，请移步。这次我在放火之前，先要用河水浸浸他们，醒醒他们的脑子。各位请看地图，此处为新野县城，此处为白河。云长，请军师受令。你可带1000兵马，先到白河上流头，用沙石堵住河道，到隔日3更天，待你听到下流处兵喊马嘶，便撤掉沙袋，令白河之水狂泻，随后便杀江而下。明白。翼德，你可带1000兵马到柏林渡口预先埋伏，此处水势较为缓慢，曹军被淹，必从此处逃难。届时，
你的丈八蛇矛便会有用武之地了。这听着就无比的痛快啊！曹军吃过二位将军的苦头，必会到县城休整。子龙，到时候一切就交给你了。军师实在是厉害，看样子他们是吃了不少苦头。再按耐一会儿，等他们彻底松懈了，我们再动手。全都布置好了，就等你下令了。分明是一座空城啊！刘备带领新野百姓逃之夭夭，却又在白河设下伏兵偷袭我们，真是可恶！鏖战了一整宿，我看大伙都累了，就在城内歇着吧。传令下去，各队自行觅处，造反西袭。解散。严城，怎么？曹军伐了吗？还没有，估计他们都睡了。快传令，动手！所有人听令，封锁城门，走。报！将军，城内着火了，火势蔓延得十分凶猛。什么？走！将军不好了！西南北3个城门就被油外封死了。不对，你跟他进堡，抓城内。那。你是赵云，常山赵子龙，在此恭候多时。这，是。子龙切记，此役我军不求全胜，只要令曹军损兵折将，目的便已达到。你待杀至破晓时分，便即收兵与关张二部会合，一同撤来襄阳。一。子龙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秦毅，严城，你带大部队往前走，别耽误了军情。子龙，我随后赶到。好。秦毅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有重要的事要问你。现在不是时候，我有军务在身，没有时间了。几句话的时间也没有吗？我们之间的问题，不是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。主公带着上万百姓奔往襄阳，后面又有曹军追赶，不能有丝毫耽误。你到底是没有时间，还是你根本就不愿意面对我？我们还会再见，等我。撤！撤！子龙，子龙，
哥哥，云，赵将军，赵将军，赵将军，快来救救我哥哥吧！赵将军，我爹快不行了，你救救他吧！赵将军，快救救我哥吧！子龙，不行，咱们行军路还长着呢。这大叔病得不轻，先给他服用行军散，或许能够支撑。谢谢赵将军，谢谢赵将军。严城，干了！爹，快！哎，等他醒了之后，喂他吃一点东西。谢谢赵将军。子龙，你忘了吗？你是任重道远啊！这一路上百姓和难民这么多，你要帮，你能帮得过来吗？我不能见死不救。哎呀，哎呀，喝口水吧。别动了，快走！快点上吧，来，我帮你。快，跟上！快点！哎呀，快点上吧！哎呀，喝口水吧。别动了。大家都跟上，跟上！有曹军突袭，保护主公，保护主公！这边有条生路，快点主公走此路。我两个夫人何等呢？不能让他们走啊！别让他们手机重重有赏。阿斗，赵将军，赵将军，前方曹军阻拦，主公不一起啊！严城，带领乡亲们往前走，队伍不能停下来。诺。撤！兄弟们，给我抓活的！走！
张飞爷爷在此。啊！哥，大哥，哈哈哈哈！大哥，翼德，大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翼德，幸亏你来得及时，要不然大哥就没命了。那曹贼得知大队有俺张飞断后，他居然绕道中道偷袭，实在是太可恨了。哎，对了，翼德，我2个夫人还有阿斗呢。大哥，此番曹贼用兵不在少数，你还是先躲往树林，安全为重。2位嫂嫂和阿斗就交给俺吧。